我从小就有一只奇怪的个性，我好把东西重新排列组合，然后本了的东西一种全新的样貌。土环境设计是一只特别的意外，但在课上学习的过程中，常常发现我的兴趣。尤其在各种演线海报设计比赛得名后，设计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是福利吧，为了我想要做一个美术编辑，把图老设计结合，本所有的人看到我想要表达的意义。也特别是新竹高工板金科的实习工作，其实全台湾清早设立的板金科的职业学校哦。不过伫亚科地度，当年都要面对铿铿锵锵、又瘦又吵的工作环境。故说谁来人较多，谁冇人较少，自然会变作为亚美的特色。韩国人哋根本日而体验的主角福利法，就是亚科地度当少看到的什么嘢。不过其实有困难，就会接上去面对当多无爱好的问题。大家一听到女生练钣金二的时候啊，就会很惊讶，想说，那你一定会修车哦。然后所以车子坏掉，钣金撞歪掉，想说找你修就好了。但其实钣金跟汽修科是不一样的。俩就是大家对钣金科接上不有嘅误会，你可能係因為咁樣，將造成當多人唔願意來讀嘅原因。不過钣金科那係唔係天數調查钣金嘅到底學嘅係乜嘅呢？其实钣金课分了两组，一组是机械组，一组是设计组。那机械组方面就是学到关于机械材料啊、制造啊、力学那些比较偏机械类的东西。我们设计组啊，和别的学校的设计相同的地方，大概就是基础的素描、笔法，还有色铅笔跟麦克笔，这些都是一样的。但是不同于在我们创作的艺术品上，是用金属的薄钣金下去做的。其实钣金是无所不在啦。如果你看到一些比较金属、比较薄的板材啊，其实都跟钣金有很大的相关性。原來钣金課當中還有一個設計組，佢就是用金屬做材料，用微學設計來製作出各種作品。做嚟講係當時用嘅家私，當成不花嘅日常用品，未做嘅係看長嘅布擺，也係單純藝術嘅創作。不過除咗金屬製品嘅設計以外，理髮其實喺平面設計方面沒有醫學嘅表現哦。这个是我1年级参加印象新竹海报，这上面是新竹的东门城，然后下面是新竹火车站，然后把这两个很有名的地标做结合。那现在这个是我2年级参加学校的校运会 logo 创意比赛，就是因为它是63届的，所以我用63，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人，就是感觉很有活力，然后用绿色啊、黄色这些比较鲜艳的颜色来做。对理髮嘅作品當中，一聽當然相信，佢係啲入到钣金科過後，將正式接觸到設計嘅哦。實做得一擺那係當到設計比賽嘅獎項，故說本佢對自家嘅設計能力還較有自信呢。未以為能擺想去對待美術編輯也嘅專業去發展嘅想法。不過，因今日來，你就是钣金科佈置畢業生高站嘅時節，佢就按橋下嚟看啊，理髮的金屬設計項嘅成果了。这是我这次的毕业专题的作品。有没有觉得它配色很像希腊的那个蓝白建筑？我就是以那个的配色来呈现在我的专题上面。其实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它可以拆开来，就是可以这样拆开来，然后放回去。椅子的地方也是，组装很方便。然后虽然它是半圆形的感觉，看起来不是承受的压力不是很大，但其实它应力很强，就是坐下去的时候还蛮舒服的，很坚固。可
看来理发的设计创作方面，确实已有自家嘅想法。故说为了实现佢对美术辨识也份专业嘅期待，人哋擺就當安排佢來到一溜以來有各種報嘅雜誌，好名聲嘅酷比高教資來體驗。嚟啲沙種嚴重辨識劉以真 Stanley 嘅帶領機，相信聽所做嘅天數理發，行較多加添美學嘅創意流發力咯。丽华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来报道怎么跑到国中啊？有点奇怪，为什么？那他们怎么跟你说？都没有人跟我说同学，你知道这边有一个办活动的现场吗？在楼上怎么走？带我一下。高校志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是在楼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一开始跟我说要来到三民国中啊，我想说是要来学校采访什么校园正妹啊，还是收集什么奇人异事？就一走进就是他们礼堂啊、体育馆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么多学生在那边坐着看影片。其实就原来他们其实在做活动啊，然后跟我想象的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啦，只是可能一开始以为是一个人或2个人，就一群人，对。这边。那个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酷比高校志杂志社社长 Stanley， 对，那你是胡同学嘛？对。等你很久了。现在不好意思。不会。好，因为我们今天的活动很特别，我们跟上根365公益媒合平台做一个公益的影展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会播放一些影片。那我们要马上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对，我们希望你可以去帮我们捕捉一些学生认真看影片的一些照片，然后还有他们在跟你们互动的一些过程，然后可以拍下来这样子。对，那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T 恤。所以你可以先请你换上之后，我们开始今天的一个工作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一开始我以为 Stanley 是个女生，但他是男生，因为男生可能不喜欢那么静态的东西。然后我以为美编的工作可能就是在办公室啊，没想到他们总是叫我去拍照，想说到底要发生什么事，要做什么事。看一下镜头哦，你可以比耶，1、2、3。因为我们觉得其实美术编辑这个工作，因为现在很多的数位软体的出现，对，所以当门槛越来越低的情况之下，其实怎么样提升一个编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能力是很重要的。当我完全没有碰过相机，又不懂得拍照的话，会发现，其实编排是比较没有灵魂在里面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希望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等于说他对他的报道是有了解的情况之下，他更能够掌握出现在整个活动应该放什么照片，他可以去截取、去排版。对，所以我们期待他的加入，可以让整个编排是更活络的。同学，你们可以配合我拍一张照吗？我们在做活动。两个要怎么拍啊？拍干嘛？就一起啊！你们2个感情不好是吗？没有画面。主题你们要比这个动作。画面。有呢，这个动作。拜托，拍一下。那我们考虑个1分钟。没有了，你考虑很久了。雖然翕相對理髮來講唔係易困難嘅事情，不過愛本也到觀眾生，願意乖乖配合翕相，更是係一大嘅考驗了。好彩理髮店的善用設計，發拍要開朗嘅身體，總算還係翕到嘅幾張不差嘅相片。呢時節佢咪感受到這場項要求好你嘅另外一面呢。當下他們跟我說要把照片，就是現在就要馬上把它上傳，我覺得其實還蠻驚訝，但是也覺得說這樣的方式就是可以帶動同學，就是更融入這個活動，然後大家都有參與到，我覺得其實這樣還蠻有效率的。那我們現在要用什麼軟體來修圖？我們都是用 Photoshop 來修圖的，然後還有會加一些就是調一些亮度之類的。對。由現場專業阿姐帶領理髮，佢哋設計設計圖書，完成了幾張相片嘅修圖、上文字標題，還有上傳嘅作業。為現場所有看好天樣嘅同學，隨就做得啲調陽幕燈個，看到張翕拍好嘅相片，帶出嚟行卡度嘅互動同參與感。
要从公益样片发通，呢啲同學熱情嘅心得分享過後，完美嘅結束嘅。麗華，那我們現在整個活動結束了，但是現在還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對，就是我們現在回去台北的編輯部，對，然後今天晚上你有一個很重要的作業，就是你要把今天我們所拍的選出一些不錯的照片，然後編到雜誌裡面去，然後我們明天早上就要看到。這麼早？明天早上？對，明天早上9點。我以為拍照這個活動就是已經結束了，沒想到 Stanley 跟我說回去還要編排雜誌，而且還是2面，然後明天就要交了，我還有點興奮，但是又有點緊張害怕，因為明天就要交了，然後可能晚上時間不多，對，然後我怕自己做的東西他們可能不接受。轉到雜誌上，麗華就隨開始準備今晡日嘅發通告上編輯嘅條路誒。不過年代對編輯軟體還算熟悉嘅佢，雖然用誒坐到電腦面前，手動義務，知道當中讀到嘅乜嘅難題呢？就是他的那個軟體，InDesign有點開不起來，而且他也不讓我刪掉。Hello，就是 InDesign 有點開不起來，開不起來。現在心情真的難以言喻啊，就是很緊張，可是又很興奮。對，現在在看那個臨時抱佛腳，有沒有看到？二胡響，最喜歡拍拍啾啾。Hello，就是 InDesign 有點開不起來，開不起來，那請大致去幫你好了。好，他是我們的美術編輯。嗨，一開始遇到的困擾，我覺得應該就是對蘋果 Mac 版本不太熟悉，所以在操作上面有點不太上手。然後，但是經過大志哥指導後，有比較會運用了。所以我背景就是白色，就這樣。我會覺得蠻單調的。我也這麼覺得。對啊，那你就是這個地方可以加個底色框框，然後讓這些圖片跟文字是一起的，這樣是不是就稍微整齊一點？哦，原來是這樣。這樣就會編輯照片來說就會快很多。今天我就對雜誌編輯還不太熟悉啊，就是跟想象中的有點不太一樣。因為一開始我之前做的都是海報，假如今天沒有大志哥在旁邊指導我的話，我可能會把雜誌編輯就是編成海報的那種格式。然後第一次就是加班到這麼晚啊，然後其實也不意外啦，因為其實平常在專題製作就是熬夜，所以其實今天這樣子我覺得還 OK。以後如果找工作像這樣的話，我覺得我可以接受。然後我先給大家看一下，然後它號稱今年要到1000萬的學生戶，對吧？所以應該也是一個蠻可以參考的一個資訊的一個單位。好，那我們現在要針對昨天胡同學他熬夜去排版的一個編排雜誌內容，我們去做一些討論。然後先講一下你今天這個排版的一個想法。就是我想要就是比較乾淨的畫面，對，比較簡單一點，然後所以但之後看起來好像就太簡單，所以就加一點色塊，對。今天算是第一次參加這麼正式的會議，然後以前在學校就可能是畢業紀念冊這樣子的討論，就是比較沒這麼嚴肅啦，就是大家都可能比較輕鬆，對 ，relax，然後另外就是右上角的那3位同學的部分，那3位同學的部分其實就我看起來會覺得說有點小，有點擠。我覺得寧可是一張照片，就一個人。那你可以先想想看，你平常會不會看雜誌？那像這種你會不會想看，對吧？
哦，对，好，就是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自己的状况，再去看这一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些盲点是，因为你在做的时候，你会因为技巧的关系，你觉得不太会排，然后就觉得那这样先这样就好了。本来以为就是很容易，对，做美术编辑这一块，然后但其实他们给我很多意见啊，然后我觉得我比较缺乏的应该就是表达自己，就是可能讲的不太好吧，就可能别人也觉得，你都对自己的东西没有信心，那我们怎么还想看的那种感觉，你们知道的火红的 APP 好，然后网友们还蛮最近胡同学，我们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。对，就是这是我们之前上个礼拜做的一个直播节目。那我们主要是针对就是不同的大学科系做介绍。那其实，在当中，因为我们本身没有字卡，对，所以我们希望请你帮忙，就是能够做这个节目里面的字卡。对，那主要是做2个，一个就是大学介绍，一个是科系介绍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你 OK 吗？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好，就是背景都是这样吗？对，背景就是这个样子，好，不会变。那时间请在今天下班之前。好，好诶，太棒了！听到社长给我就是要做节目吧的那个任务，然后其实我还蛮兴奋的，对，因为其实以前就也没接触过这种的工作，然后常常看节目啊，然后节目旁边也是会出现这些东西，那就会想说，如果换作是我的话，我会做出什么样的风格？虽然从来盲设设计过节目嘅设标，不过李华东勇敢去试嘅态度，就当得得懊恼嘅。韩国将以开完费，佢就随开始签资料。不过无限器材嘅插字杀是冇可能本期一日单枪做一件事情哦。故所杀下来嘅采访任务，李华又要停定沙总出发嘞。完成它，那我们现在要先出发了。好 ，OK， 那先这样子，先走了。因为今天下午的话，我们是希望让丽华可以多接触一些不同层面的工作，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就找了那个拜拜啾啾、爽爽猫还有马来貘3位知名的插画家。那透过一个访问的方式，那可以让丽华可以多看看，到底杂志社在干什么这样子。帮我加0.6哈。现在心情真的难以言喻啊，就是很紧张，可是又很兴奋。对，就听到访问，我觉得还蛮紧张的，因为其实要访问的对象是就是插画家，然后他们最近也蛮红的啊，然后很怕自己就是讲错话，然后问的内容可能没有重点，对，就很怕自己就是很生疏啦。我看一下，这个还不错，前面好像有像毛偶包，然后会不会？现在在看那个临时抱佛脚，有没有看到2部侠？看来李华对第2下嘅采访，真件係要歡喜又緊張哦。故所啲規則協商嘅過程幾度，佢出健康到後背研究7、8格嘅資料。雖然講寒酸同用心，不過實田標題協商現場應該要注意嘅事情呢。我觉得现场的话，应该就是对各种事物的热情啊。因为其实说实在，虽然我们在一个新的地方，他可能不清楚要做哪些事情，但他可以更多的去询问说，那我人都来了，我能不能再多做一些事情？那比较可惜的是，可能在现场，我觉得说，很像没有人 cue 我的话，那我就好好的在旁边，对，那可能就比较难学到更多东西。總算現場協商咪好些嘅，我真實入到採訪嘅那我一鋪了。面對人生第一擺嘅採訪機會，又係老自家親好嘅插畫家面對面，李華嘅表現，生來會讓人呢？就是我们都希望在这个阶段好好把握住，然后好好充实，然后其他的就交给老天。就是我想问说啊，就是同学啊、学生如果看你们展览之后啊，那可能也想要就是加入你们插画行列，那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建议吗？可能先找一个不会让自己饿死的工作，因为如果你这样全心投入，然后又没有就是家人又没有负担你的话，这样真的有点太冒险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就是像我们那么有幸运，
就是我们是很幸运起来的。我的建议是，他们至少要让家人是要安心啊，不管是你的兴趣还是你的正职，他都要让你未来是可以持续这样走的，然后让家人甚至可以以你这个兴趣是引以为傲的。对对对，所以有时候其实面对到兴趣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要对自己负责，就是你现在要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做完，你之后累积的能量才会更大更爆发。不要因为现在很喜欢就放弃掉所有的事情。是好好念书，请规矩，就是你可以放在心底，然后慢慢的往那个方向前进。我觉得梦想最有趣的是靠近的那个时候。其实他们回答的时候，我还是在放空，我在想说下一题到底怎么问比较好，而且我想过我要怎么问，就是他们内容里面还可以再延伸什么。其实就是对我脑袋一片空白啦，想说好吧，那就结束吧，就这样了。其实理发嘅反應係當真相嘅，也未接受係第一擺採訪冇有嘅感受哦。不過插畫家對後生人延遲家嘅夢想，我先老師土豪嘅建議，可能就係當單的思考嘅問題。而每日嘅採訪任務，未啲大家傾下協議狀上嘅過後，圓滿結束嘅。理發師就轉到雜誌上，繼續完成其節目測標嘅實驗任務了。這次就是作爸的那個，我覺得困難的地方應該就是配色吧，怎麼跟就是他們的背景啊，還有他們整個的那個標題融合，就是配色是比較困難的事。雖然講有啲會困難，不過有挑戰，真有成長和進步啊！理發咪總算啲期限地度完成嘅高負嘅任務，接下來就係按念書成果嘅時節了。就是這個啊，我覺得想用一個便條紙的感覺，就便條的感覺，然後所以字體也是用比較像手寫那種字體。那這一個我是想就色塊吧，幾何色塊。對，這樣看過去，文字都會被那兩個洋紅色的方塊給吸引走了，其實還蠻可惜的。那再來是說，我覺得整體的放的位置跟它的比例其實都蠻詭異的，因為你其實太靠邊了。那今天早上有講過，就是我們是網絡節目，對，所以網絡節目來看的話，它可能用手機來看，它的螢幕是很小的，可能只有3、4、5公分，對，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你的字那麼小，基本上在螢幕上面是看不清楚的。然後像這個字，這個 logo 的話，它還是那個。雖然理發設計出來嘅測標，向日本大家提出嚟當到修改嘅意見，不過對於嘅進入到職場嘅後生人來講，我哋得較強調嘅來接受，也都是都係真寶貴嘅經驗傳承咯，咪係做得本自家精神中嘅養分。麗華，很高興在這2天的時間有機會可以認識你。讓我從你身上看到一些很棒的特質，像你願意冒險，你跟挑戰，而且有時候只要跟你講一下，你就可以馬上知道，而且融會貫通的去做一些調整。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事情。那期待在這2天的時間當中，透過一些不同的嘗試，你可以更早知道你喜歡什麼，不喜歡什麼，或你擅長什麼，不擅長什麼。那最後可以祝福你，讓你在未來的夢想的道路上面是一帆風順。本來你為美術編輯，只要在辦公室做編排工作。其實很愛去諾貝帶活動，那跟我的興趣跟個性都還蠻合得來。然後我發現我也更喜歡就是美術編輯工作了。因為感謝 Stanley 本來來到基輔體驗職場工作，還有哥哥姐姐本來嘅指導，希望以後就得走一張更專業的美術編輯，然後我也會在這塊領域就是繼續努力哦。白婷。